90年代有 SARS 啊，非典型，非典。2020年、2021年新型冠状病毒全球1亿多的确诊，死亡人数400多万了。现在2021年7月份了，印尼说很严重了，印尼一天确诊有好几万人了，印尼那么严重，比印度还严重。冠状病毒有变种，很可怕。要戴口罩，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，还要常洗手、常漱口。盐巴或者是醋来漱口，常洗手，肥皂洗手，洗到有泡沫，心里面唱生日快乐歌2次，这样才洗得过久。最重要的时候不要用手指头去揉眼睛了，碰眼睛了，不要去挖鼻孔，就是怕那个病毒在手指甲，然后再进入眼睛，进入鼻孔、黏膜呢，再到肺部，这样很可怕的。所以要控制好自己的手指头，不要碰眼睛，不要碰鼻子啊，不要碰鼻孔。该打疫苗打疫苗。